若是大家小济买喙罨，含一罐一罐的酒精，共款嘛真无简单买会到。一罐五金行生活百货拢是找无，业者讲老早都已经卖了啊，即嘛工厂也未付出货。大卖场含抗细菌消毒有关系产品，像讲抗细菌的纸巾，也有漂白水销量，含过去比起来加差不多2成。另外，烘碗机嘛有人认为讲会当消毒，即嘛共款有人小济咧买。 出外回来先喷两个酒精消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互大家神经拢病甲安安。不过最近发现，毋若是喙罨酒精真歹买到，亲像这种会当随身揸到的罐仔嘛找无。目前都盛大的小的早就卖完。对，那个不用问了啦，再一阵子应该也没了，因为我们的库存都卖完。五金行生活百货拢总无，行遍通路大卖场总算是找到啊。 旅行分装的组合内底有这个设计杆仔，业者规起来设一个抗菌防疫的专区，将热卖产品拢总一盒一只。湿纸巾或者是说像漂白水，现在目前的销量以平常来看的话，至少平常高出至少2成或者3成的销量，就是交货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到。有真侪人伫问的，阁有亲像这种红婴仔伫用的消毒鼎，阁有标榜会当杀菌消毒的烘碗机。本来就要买，就是因为这次那就提前买。 那店头门市、电商平台，只要甲抗菌消毒有关系，嘛真侪人伫查。扑克内洗手的产品销量提升7倍，鸡毛拍卖抗菌消毒水销量飙30倍，阁有紫外线的杀菌灯、酒精消毒器，嘛拢伫咧 PC 坊上榜。另外，业者嘛有观察到，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民众较无爱出门，阁有学生延后开学，电动机的销量嘛意外成长4成，成做另类的防疫商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